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3月2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静。新闻头起先来看，昨下晡缅甸发生规模7.7的大地震，包括泰国甲中国芬兰拢咧摇。这缅甸真侪厝体甲大楼拢崩起，上无144个人死亡。即阵缅甸军政府嘛向国际讨救兵，希望会当到救灾。若泰国的灾情嘛食力，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地区冰心30层楼管理大楼规个倒来，伫地面的工人赶紧走。伫另外一个角度看，泰国办公车拄车，一栋起到一半的国家审计大楼，挡袂住强烈地震摇撼，规个倒来。下口有真侪工人袂火走被逮掉的。救援人员正伫咧甲时间比赛，至少有3个工人死亡，81个人掉喺内底。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受到强烈地震侵袭，民众大家南做伙四过走。缅甸中部地区离北发生规模7.7的强烈地震，地震深度只敢10公里，是极浅层地震。伫仰光、曼德勒甚至泰国的曼谷拢有灾情，就连中国芬兰拢会当感受会到。缅甸首都奈比多这间火市，伫地震侵袭了，佛塔拢倒来，只敢剩底座，真侪路面拢整甲破去，车正歹过，才会慢慢拉驶。中部城市曼德勒是有真侪建筑物倒来。有名的地标阿华桥断碎几落段，缅甸军政府领袖敏昂莱正罕见地向国际社会要求援助。伊讲地震已经造成144人死亡，732人受伤，不过实际数字可能会加真多。midi dengan midi operasi musuh. Di mana ngapain masih dia? Siapa cilu? Juga gitu dia masuk. Kalau kujinan pun macam当地民众大家拢真惊，地震尾佫摇袂停，也拍乱搜救的进度。泰国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国拢停课，要注意地震尾。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ว่ามีอะไรเสียหายบ้างนะคะแต่จริงๆส่วนใหญ่แล้วตอนนี้กลับเข้าที่พักกันได้ทั้งหมดแล้ว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จริงตึกที่มีปัญหาคือตึกที่กำลังก่อสร้า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มี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วามแข็งแรงแล้วก็ตัวของผนังด้วยค่ะ And we send our condolences to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s of the regio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s mobilizing to help those in need. 缅甸真侪路桥拢断去，开车真困难。这嘛4月拢伫咧进行救灾工作，伤亡的数字是一直增加。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缅甸地区翻新传出灾情，咱台湾伫咧缅甸的代表处表示，目前联络伫当地台湾人拢平安。有泰国大将表示，因为泰国罕咧有地震，所以大家是拢惊甲紧冲出去。目前也无旅行团通报受影响，观光署讲会继续关注。泰国这栋建筑不断的倒去，真侪经过民众拢惊甲较紧伫原地看。日本缅甸的中部发生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包括附近的泰国曼谷，拢会当感受到海甲真厉害。雄雄发生地震，互曼谷的市区户外拢人，而且大家人看起来拢着吃惊。一堆人往户外浪港嘛，互市区的交通规拍夹。伫泰国的台商看起来阁真惊吓，因讲因为泰国真少有地震，迄当阵是海甲要徛袂知，阁听到壁有壁开的声，只会当较紧走去外口。但好佳在伫当地台湾人有群组，大家互相报平安，目前无熟悉台湾人有啥物伤亡的状况。突然间觉得一个天摇地晃，就是站不住了。就是那个震度已经有比921还大的感觉，当下我整个吓死了，因为我边逃生的时候，边看到那个墙壁一直在裂，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老的楼会不会就是倒塌这样子？但目前是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伤亡。开始晃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只是自己头晕，后来有点越晃越大的时候，全餐厅的人都傻住了。在泰国就是很多人这辈子是没有遇过地震，所以其实泰国人都蛮惊慌的。水电目前其实都蛮 OK 的，交通的话就是刚震完的时候，其实交通有稍微打结。另外发生地震的缅甸，当地台湾人大多数拢伫咧大城市仰光。驻缅代表处讲，目前仰光的水电情形拢正常，经过联络，目前同款无伫咧仰光的台湾人有出现重大安全状况。据我国驻缅甸代表处回报，住处同仁眷属、当地台侨、台商、留学生、
及旅客等暂时平安。观光署目前并未接获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地震影响，另洽大型旅行社亦回复未有旅行团受影响。观光署嘛强调讲，会持续关注当地的状况。消防署嘛通报国际人道救援临时的屏东县含汤市的特种搜救队做搜救任务的准备，目前已经完成120个搜救人员，6架搜救犬含装备器材15栋台名，随时支援，展现台湾救灾的能实力。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什么？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有愈来愈多业者推出托婴中心到幼稚园拢总包的服务，虽然价格有较贵，北部地区一个月差不多2万到3万块，不过这名额是真竞争，有的甚至囡仔还未出世，这父母就爱先登记抢位。再来看自由时报，全联福利中心自2022年开110个亿，甲大润发买落来。这阵全台湾20间大润发下半年开始，就要改名改做大全联。去年全联1200间店，赚超过1800亿。今年加大润发20间店，这一年的目标是要赚2200亿。落尾来看中国时报，公务机关袂使使用有资通安全记录的视讯产品，亲像视讯软体 Zoom。不过，议员发现台北市府有一寡机关的电脑有安装 Zoom， 或者是小米、腾讯、华为这款中国牌的软体。中国一直小想咱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检调发现全世界第3大的代工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等等，有11间中国企业涉嫌假做外国公司，违法伫台湾甲咱的人才污走。刚才新伫检方去查的2间公司，都有50人去。调查官大规模出动派上百探员，搜查全台湾30外位。伫这场查缉行动，目标锁定伫台湾的非法中国企业。11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挖角高科技人才的案件，重要的宗序包括被美国商务部列为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互人点名的有全球第3大代工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入围中国国家工信部专精特新企业的深圳通瑞微电子，也有已经成功诱造英特尔、微软等企业人才的上海混合智网，也甲爱科微电子、中英电子、上海东升智能、澳海科技等11间中国企业，利用我国求职平台刊登高薪生产广告，非法招揽具半导体 IC 设计、储存晶片等科技研发背景人才，协助中国企业从事半导体高科技研发，迄今已挖角超过50名研发人才。敢若新竹检方调查的其中2间爱科微电子加金泰克半导体抢走的高科技人才，都超过50人。调查局分析，中国企业假做是台资交外资来台湾设据点，也是无经过许可伫台湾设设研发中心，涉嫌由救济平台招工程师诈资源来倒扣，有互劳工劳健保，啊毋过是伫国内的人力顾问管理公司投保，互人查无。只要是高阶的人才的位置的话，其实全球都缺，所以说他们一定会开高价来投入这个方面的人才，就晶圆代工才是最主要的部分。重力属性啊，获取这是养的过程，然后套出相关的专业的这个技术或者是 know how， 那套出来之后就把你丢至一旁。中国企业开出来薪水超过行情真济，学者提醒小心这都是陷阱，都惊互人当作免洗地用纸就等。啊，毋过对方用真悬的薪水污咱的人才，威胁咱国半导体产业安全留高科技人才，保存关键技术，相关议题必须爱重视，才会当互台湾继续维持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从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放羁押期限到4月初1，台北地方法院昨裁定郭文哲这案4个被告，搁再延长羁押2个月。民众党是表达遗憾，啊，律师团嘛申请改号就医。不过台北看守所表示，有找医生来评估郭文哲状况啊，并无外界所讲的迄寡病症。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卫经集团主席沈庆京、台北市议员杨晓薇，加前郭文哲办公室主任李文忠这4名被告，关押期会伫4月初期满。北院28裁定4个人对4月初日开始延长关押禁见2个月。下晡，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召开记者会，表达遗憾，并且讲完全无都接受。难道人
真的要被你们关出，出现了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你们要等到人倒下的时候，才要维护他最基本的医疗人权，他的生命安全，他的基本的健康吗？法院指出，郭文铁这个人拢可能有起诉书所写事实，而且考虑被告这个人所涉罪名是上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伊原有盗走串证的问题，所以讲原归案原因依然存在。对于这个裁定，辩护人将依法及时提出抗告，律师团也向台北看守所正式提出了戒护就医。截至今28日下午，本所持续安排专科医师诊查科员恢复情形，并透过密集向本人重复确认，进行健康评估，现仍却未出现外传之病症。而且郭文铁的家后，陈佩琪则开记者会，讲郭文铁有血流，也有吐血症状，怀疑有腰子相关的疾病，烦恼到一直流目屎。律师团也赶紧申请举报停压。陈佩琪礼拜二面说发文讲，感谢大家支持，会陪伴郭文铁到伊性命最后一刻。不过也恳求大家，若家己先走，千万莫通知郭文铁。新新的状况也引发大家关心。我们跟佩琪医师有试图要保持联系，台湾民众党全党上下，我们都会陪伴佩琪医师，会陪伴主席，会陪伴主席的家人。不过，充讲民众党30日到郭文铁的故乡新竹举办宣讲，希望所有支持者拢出来支持郭文铁，并且对赖政府发出抗议。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欧洲讨论要援助乌克兰所造成的志愿者联名，虽然无完全达成一致的共识，不过参加的领袖拢支持伫咧停战进程未解除对罗西亚的制裁。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访问的时，雄雄讲出一句：这罗西亚总统普京立要过身啊，死到战争就会结束。北国总统官邸爱丽社宫20个欧洲内的领袖，伫做伙翕相进前，甲泽伦斯基亲切问好。这场要讨论乌克兰援助的志愿者联名，比2月峰会的人数更较侪。看会出来，伫美国川普出手分别协调落伍了后，欧洲力量快速团结。针对研发2国进前提出，要带各国伫乌克兰各地部署威慑部队。马克宏趁这机会是讲，这不是一支威吓部队，未来只要伫当地去俄罗斯攻击，这个部队会做回应。Ces forces de réassurance, c'est l'objet de la proposition franco-britannique d'il y a plusieurs semaines, n'ont pas vocation à être des forces de maintien de la paix. 虽然针对维和部队，欧洲各国无共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伊就讲，无派部队去乌克兰的暗算，敢希望川普会当加入后一届欧洲的会商。不过马克宏表示，维和部队无需要各国的共识，研发2国会坚持原先的立场，继续推送。另外，罗西亚总统普京伫甲美国的乌海停火谈判当中，开出解除罗西亚制裁条件，欧洲领袖认为无可能。Complete clarity that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lifting of sanctions. Quite the contrary, what we discussed is how we can increase sanctions. Entnehmen, dass Russland aktuell nicht an einem wirklichen Frieden interessiert ist. 就伫这个时阵，普京嘛罕见提出，希望甲北韩等国家合作，共同结束俄乌战争。只不过，伊的想法是要伫乌克兰的土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В принципе, конечно,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од эгидой ООН,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даже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азумеется, с наши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и друзьями, обсуд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веден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врем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到底普京甲美国谈停战的同时，对于乌克兰的攻势并无停歇，甚至阁持续攻打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不过泽伦斯基这个时阵竟然讲，伊伫参加巴黎峰会了后，伫接受一间欧洲新闻台专访的时阵表示，普京已经活不久了。Він помре скоро, це факт, і все закінчиться. Тобто його питання він може закінчити до того, як він, 72回，普京近年来常常互人传出治疗癌症、帕金森氏症，还是中风。不过莫斯科方面是一直否认。泽伦斯基27这个讲法，搁再引起各界议论。不过伊并无提出任何证据，这也使得对普京健康的疑虑变作大家谈论的话题。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
电池审议委员会决议4月即届电池部要起，审议会建议经济部全力争取立法院增加预算，拨1000亿予台电，支持台电的财务和未来经营。第8年的电价审议委员会2月下晡开始，经过电价审议委员会2点外钟的讨论，考虑到国际关系变化和地缘政治的风险，有可能会引起物价波动。六月以共识决议这摆电价无被调整，因为111年跟112年国际的燃料价格的大涨，主要推升台电公司累计亏损达到4229亿元。我们希望说台电公司在有健全的财务体制。若是能获得这个拨补，当然有助于台电公司的财务结构的这个健全。目前台电的财务状况负债比是高达93%，到去年亏损金额加起来有4229亿，预估今年有可能亏损500亿。经济部要求台电要对经营面开源节流，台电会透过精进燃料采购策略，调升线路设置费的收入，销售低碳电力 RE30和帮助活化这个方向来打拼。台电预估在2025透过RE30这个措施啊，去销售差不多是5亿度左右的绿电，跟台电公司在核算说它开源节流的方案亏损了，到目前为止我们预估可以减少超过168亿左右。台电表示讲，过去因为俄罗战争的影响，燃料成本是大大提升，为了照顾产业民生，台电吸收金额是高达6000亿，希望台电做通膨挡土壁的角色。放眼国际，以日本和法国来看，过去补贴电业的价数拢超过5000亿以上，但是 CPI 年增率同款是破3，一直拢真悬。当来看台湾，因为得到拨补主体电池的起伏，敢若7%，比日本、法国更较低。2023年 CPI 年增率2.49%，表示拨补对稳定物价有作用。是不是能源政策的错误，然后造成所谓的电价的大涨？不管是核电占比比较高的国家，法国跟韩国，我们不管是在民生跟工业的电价，都远少于核能占比比我们更高的这个国家。台电讲，针对后半年的电价审议会，赶快会提供成本给委员参考。经济部是搁一摆话话，希望会当得到立法院的拨补，才会当帮助台电财务的结构健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新光三角爆炸案鉴定的结果出来啊！消防局伫咧12楼找到关键证物，判断这事故原因是瓦斯爆炸。不过因拢无讲清楚是安怎会爆炸，啥人爱来担责任。这台中地检署目前已经收到鉴定书，会来分析内容，厘清案情。外壁挂14面防护网，地面的母全是持续警戒。台中新光三挖起bom案代志发生了的第44天，火灾的调查结果总算出来。台中市消防局的火调人员在12楼找到分散电线瓦斯管，一般切挂器等关键证物，判定发生原因是瓦斯起爆。日备甲调查报告送去台中地检署。相关的关键证物，其中包括有烟蒂、电线、瓦斯管圆盘切割器等。那已完成鉴定书。那判定发生原因是瓦斯气爆，将送地检署由检方进一步调查。新光三挖的起爆造成5死38伤，原因是瓦斯起爆，但是瓦斯啥会起爆？台中市府无爱讲好清楚。民代批评讲，市府伫个意外迄天就初判是瓦斯起爆，但是经过成立专案小组1个半月的调查，竟然甲打拢无说明引起瓦斯起爆的真正原因和责任的归属，无法度解决社会各界的疑虑。事实上，消防局并没有回答社会各界任何的质疑跟问题，只有发现到是瓦斯气爆，但是却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社会各界无法信服，所以台中市政府有责任要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新光3月27向市府提报整体整建修复到会当使用的计划，希望会当量早修复而且复业。不过都发局认为讲相关资料无完整，已经请业者较紧来保证。后续的部分它像外墙结构、升降机、消防、瓦斯、水电管线跟室内装修这些有涉及到整建跟修建的部分的话，虽然有相关专业技师的签证，但是相关的资料我们认为还不是很完整。那这个部分有请新光三越赶快来做相关的补件。业者表示讲，专力配合检警小调查，希望较紧来厘清真相。台中地检署强调讲，目前已经复审42个证人，暂时是无当转入被告。随着火灾原因调查鉴定书了后，会分析内容来厘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民众去万丹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面试要做老师，不过面试的时阵，这园长煞共口试，嫌伊大考。这个民众是去甲这过程拢写伫咧网络顶悬，
那县府就清楚表示，这雇主若准技师来引头路的人，或者是员工的面容甲身材，会去犯着就业歧视，会当罚30万到150万。法文社讲伊面试的过程，互幼稚园的园长讲伊大哭，活动力无够等等。这个找头路的伫社群平台指控讲，屏东万东有一间私立幼稚园，毋拿技术对求职者身材歧视，佮人身攻击。做到一个园长不应该讲话这么直接，应该可以委婉一点的。工作能力跟外表啊、体重啊没有关系，任何行业，尤其是教育界的领导者，更应该以身作则。民众普遍无认同园长的行为，佮有人烦恼讲教育工作者歧视的态度，恐怕会影响到学生的价值观。不应该用身材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尤其他又身为教育工作者，应该要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找头路的时阵去面谈是常态，真侪求职者拢会拄到一大堆问题和质疑。但是事实上，照就业服务法的规定，雇主袂当对求职者是员工的种族、性意向、年岁、婚姻、外形、五官、身心障碍等等来歧视，无依法会当罚30万到150万。求职者在求职的过程中发现雇主有违反就业服务法第5条第1项之规定，那可以到屏东县政府劳动及青年发展处来进行申诉。面对技术就业歧视的争议，防止涉的幼稚园是否认，而且无愿意出面来回应。劳清处甲相关申诉资讯提供予求职者，表示讲若查证发现业者违法的事实明确，会依法来做裁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3月29是青年节，台语台青春咱的梦推出咱的世代系列报道，连续3礼拜，伫礼拜六暗时7点半，要讨论少年辈面对的挑战。今仔日先带观众朋友来到大学，听学生对学习的思考甲选择。在求学路途上，好像没有真的知道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应该说是看学测成绩，然后我觉得可以上这里，我就上这里。尝试太少，因为科系的关系，就一直都是在教室里面。台湾真侪学生咧选大学甲科系的时阵，对未来的方向潜在感觉迷茫。一直到去读大学，甚至是入去工课场了后，才开始伫个试验当中，偷偷走出家己要行的路。一开始我选这间学校甲这个系的时阵，我根本就唔知这到底是啥物系。我刚刚看到语文学系，我家己选。用分数来选科系，潜在发现甲家己的兴趣无合。教育制度若量早予学生有无共探索的机会甲指引，予学生有更较侪适合家己发展的空间。都袂一个出社会就拄到问题，甚至是无信心。差不多70%的人第一份的工作是无法度做满1年的。2024年咱的失业率20到24岁失业率大概有11.62%，可是咱全年龄的失业率大概只有3.38%。就算是去读白头壳的大学，这学生嘛有同款的焦虑。但有小读阳明交通大学多媒体工程研究所2年啊，对伊来讲，就算是家己选择的科系，读家己要出业的时阵，最近却发现伊对学的物件渐渐失去热情，这嘛予伊真烦恼。但是到后壁就变较无兴趣，不过嘛无讲是讨厌安尼，有考虑休学嘛。然后也有考虑，就是要不要换个方向读艺术创作的形式。咱对读大学这件代志，可能有一个完成度迷失。习惯讲用顺利毕业来讲，就是上好的、上应该爱安尼嘛。是咱讲休退学一定就是负面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侪学生是哪看哪行。要安怎让少年人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有更较侪选择、试验甲修改的空间，是社会爱重视的教育问题。记者洪条生、吴一修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14度到19度。中部地区14度到24度，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4度，
外岛地区12度到21度。到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